好，各位线顶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出头天。咱即摆所收听收看的节目是2023年台语文学系的讲座。阮是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逐个月拢会举办一场台语文学的专题演讲。伫咧咱2023目前已经完成的是第一季歌册文学世界，咱邀请到丁凤丁教授来做小解。第二季咱讲到台语文学运动史，邀请成功大学的郑伟文教授甲陈茂金教授来小解这个主题。第三季咧，这个台语文学作品带头的讨论会是一个实体的工作坊，咱有甲高雄文学馆做伙举办这个工作坊。目前嘛已经算讲已经完美结束。咱即摆进行的是第四季的台文作家带写作的专题演讲。咱邀请到林如凯先生来甲咱做这个小解。伫10月开始，咱就已经有讨论到题材伫倒位，11月去讨论第4开始写台语文。如凯先生分享伊家己个人的经验，带大家去思考到底创作是啥物。到今仔日咱会甲这个主题做一个收尾，咱要来带大家进行这个台语文写作的综合讨论。好，这个阮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逐个月拢有各种无共款的活动。咱有全台语的讲座，也就是咱即摆所收听收看的这个节目。咱会有固定开台语文的线顶课程，咱有台语开讲会，这是逐个月的活动。咱伫活动结束进前，会阁甲大家小解一摆。过来，若是咱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阁有侪友志，咱伫线顶嘛拢有台文读册会。若要知影详细的资讯，会使摕你的手机附一个边这个 QR code。会使看相关的消息，找到你需要的一寡活动来参加。若是有实体的摆档，也是市嘛有机会甲阮熟悉哦。好，接下来咱要来邀请林如凯教授来甲咱小解这个写台语文的综合讨论。今仔日的活动会透过一个较自由的提问讲者甲咱分享的方式，所摆嘛，请各位线顶的朋友随时有想到任何问题，拢会使伫咧YouTube 的边仔的开讲室留下你的问题，主持人会代替你来甲讲者做交流。好，接下来咱甲时间交互林如凯先生。大家好食饱无烦恼。无烦恼。照讲迄个咱要讲这个带写作啦这个主题进前两届已经是甲咱家己心内所想的我较毋茫是坚固咱台语作家的信心啦所以我进前两届所讲的是讲，咱到底要写啥物嘛？题材问题用啥物心态来写咱要有啥物自信心，啥物货最后是望讲，大家若有兴趣应该会当开始写写有啥物问题会当摕来咱即马来讨论像下面拢一直甲我讨论讨论讲迄句敢台语敢好啦，安怎足毋茫讲我来讲，咱讲写作的台语开的问题，毋过我咧想就是咱若甲咱即个工作当作是讲，坚固大家信心的时阵这个台语开先免遐要求这个部分放伫迄个互相进步求老开迄个战术，莫放伫这个互相
闹开求进步的即个所在，安尼啦吼。啊，毋过我今日咧有可能嘛会讲到一寡像即款台语开的问题，吼。啊，所以今日安排其实真好安排啦。我所想到的吼，哩哩啦啦足侪项物件啦。哦，安尼我大猩猩，比如讲我大猩猩小一个物件，吼，就是目咱台语有人讲台语册啦，吼，就是有人咧讲啥物，咱台语册吼去书店啊要买啊，拢买无啦，啊，恁出遐尼侪册啊，想到我会伫个册店拢看袂着啦，安尼啦，吼，啊，即个问题，这其实是甲规个体制、甲规个环境有大关系吼，毋是咱做台语的人无认真吼，嘛毋是讲咱无去甲人乌烟啊，甲人挨杀住吼，无毋是啦，是讲进前就是咱有真长的时间吼，咱家己做台语册吼，大部分拢是了钱啦，吼，家己做家己了啊，继续经啦。像讲，大家较了解迄个台湾网报嘛，吼，网报是大家倾钱来做的，吼，伊无算讲迄个盈利的单位啦，啊是咱家己家己组合起来，吼，啊，逐个月大家寄付的安尼，大概咱的即摆台语文的规个迄个。咱讲生态也好，迄个经济活动也好，吼，大概抑阁是安尼。哦，像讲迄个旧年信用，伊出去本册吼，即摆嘛卖了毋知安怎吼，迄个因为伊有迄个国艺会奖助啦，所以安尼迄个出版社的负担会较细啦。哦，啊若亲像讲。迄个像因这出即种教材吼，会阁掠我啦吼。啊，像你若讲出即个创作类的册吼，差不多吼出了，通常拢是迄个作者吼家己爱传一间房间来囤册安尼，吼。啊，即种情形就是咱即马台语文。哦，台语文的即个课仔内底，哦，即个一个现象吼，啊，咱我即马拄着一寡少年家吼，真敢冲嘛，啊，真肯做，啊，真也真有家己的主张意见，吼，迄是真好。哦，啊，总是吼，阮咧做迄阵啊，就是。虽然讲吼，阮迄阵的台语的环境吼，就是讲台语的人较好，会较侪吼，啊，讲的台语较侪人听有，吼，迄种好处安尼。啊，毋过迄阵的，其实规个经济环境是无好的，哦。按迄个1990几年开始做吼，其实你台语文的物件吼，毋是讲无销啦，吼。就是迄个咱迄个通路其实嘛无啦，哦，啊，所以就是大部分拢爱一个报一个，较有迄个机会。啊，我即马会使免看我啦，吼，我即马我拄啊赶去台南，佫赶转来啊，小可迄个感觉面感觉忝忝啦，吼，嗯，吼，啊我个人吼，我即摆我手头吼差不多收集像我即个遮个册吼，啊有诶是就是去做计划所做。你大家会当看卖，看你我先甲用个较大字互恁看，就是伊讲足久，讲足侪摆啊，啊差不多嘛是拢讲遮啦吼。
像阮进前做一个杂志啊，有去就是算数讲，爱偌侪订者就是迄个，就是咱一个杂志爱偌侪人来订即个杂志会当遗弃落莫讲亲像迄个网报安尼大家寄付咧遗弃。阮迄阵有算啦，差不多讲300个就好啊，若订好300个阮就会当遗弃啊啦。不如讲真正足歹杀的啦一个台湾文艺咱人册这是台湾发生的这个杂志台湾文艺第5届啊，阮做的啊。13年开始，2013年开始做的款，拢总做6期尔，就是订好300个扣袂着啦，这就是这个大环境，因为阮迄阵嘛是坎啦，讲要想讲迄个台语要兴啊啦，各学校规定讲爱教台语嘛，有真侪台语老师因应该就要来订这种册啊。大学内底嘛有教授咧教台语，嘛应该咱带学生来订这种册结果无啦，伊状况就是无，所以倒打嘛收起来，安尼就是讲一下这个环境啦像讲我有记忆开始就是迄个有台语文这种记忆按5拍计划开始啦这个当初5拍计划嘛是安尼啊，做起了嘛是先顿的，尾嘛毋知安怎是小安怎是讲安怎刷所以有人咧问嘛，毋知要去倒位问啊，个性是。就是迄个公报社、迄个出版社咧印的最近这少年家做这绘本这拢真赞啦但是表示讲这个环境变啦就是咱这个台语界迄个会当买册的人较侪表示这个写作的环境愈好不离个。颠倒是变做写作的人变少就是写作出版的变少写的足多啦，但是出版的足少啦。所以咱特别拢若有新册发表，咱拢真欢喜安尼都毋是教材类啦，毋是讲教材啦、书典、字典迄款的，上好是创作啦创作有一个真大的意义，就是对咱这个时代。发展这个语文语言甲文字拢发展，安尼咱的这个语言才会活落去迄个用途才会分化伊的价值才袂去用拍无去安尼我看到的是有啦，有一寡人写。也是讲翻译迄个西方的一寡故事嘛迄掠外人莫讲但是其实翻译嘛是有当迄个，互咱台语的语词量会增加啦。出版就是有这个好处，是讲迄个，就是有这个物件你做出来了会当。做一个真久长的流通像前几日有咧网络咧一个什么老师就咧讲迄气味有无奇异果伊家直接讲迄个用迄个华语的奇异果直接甲翻做台语讲奇异果啦像即款问题啦我是甲下一个讲。叫做高兰趴啦，有咱迄个好朋友甲咱讲，毋是啦，伊是听人讲是番仔兰趴啦，即种名是再来咧讲的啦，是有
有时是咱毋捌尔，哦，有人会讲啊，咱讲遐粗啦，吼，这种粗毋粗的问题吼，这人工吼，还是其他的机会才来讲，哦，就是讲这台语册吼，出吼，其实真正的文学册无讲介侪啊，相对来讲吼，相对于其他华语的吼、英语的迄种，真正以咱台湾2000几万人来讲吼，咱安尼出的台语册无讲介侪，教材是介先接出啦吼，因为伊个什物国中国校吼爱用，毋过一礼拜1点钟真正无够啦吼，等啦，这个问题啦吼，这是大环境啦吼，大环境要改变吼，无遐尼简单啦吼。像阮进前吼，我讲一个吼，有一寡少年的吼，迄性格较冲啦吼，较拼吼，就伊可能敢若知影半套所以伊就开始批判啦吼，讲真正。我毋知伊哪会安尼想吼，伊讲伊批判咱做台语的人吼，就是即摆台语环境遮尔歹，拢是因为咱遮做台语的人害的啦。这个结论呢，真正毋知安怎来吼，甚至会讲吼，咱遮个吹说台语吼，30-40档遮个人吼，拢是台语吹说的迄个罪人安尼。完全混唔对去，后摆就毋通安尼啦吼。所以，我有想一寡问题吼，要甲大家分享吼。第一点就是讲，咧书写吼，书写会当留较久、留较长啦吼。头一项就是讲，咱的口语吼，正做书面语的时阵吼，正做文字的时阵吼，应该嘛是爱考虑一寡问题吼。咱有一寡前辈吼，因我毋知因是有考虑还是无，就是有时可能嘛挑工啦吼，挑工用咱迄种古早迄种走街仔先咧讲故事迄种开口咧写物件，迄当然是一种策略了吼。像讲迄个黄元兴吼，迄个气科医师吼，迄个伊写的吼，伊就有即种开口，迄种是咱台语文的一种特色吼，台语作品，甲迄个什物搭水果迄种真相像啊，迄是咱的特色啊。即种特色好毋好吼？在于使用者吼，伊用的物件啦吼。咱若是有迄种华语还是讲学校吼较正统的教育的想法吼，可能拢较袂接受者啦。吼，就是若袂顺咧讲迄个最好的人10念安尼迄种写法吼。迄也有可能啦吼，迄也有可能就是讲，迄个时代可能过啊，就是讲，即摆人较袂当接受，较袂当接受迄种哦，你若咧讲你若咧讲一个故事，我若咧讲你安怎，我安怎，就是迄个写的人家己踮咧讲，我看到即个故事安怎拄安怎即种的，就是口语来讲吼，就是咱咧讲讲话时阵吼，因为讲话嘛，声音声哨，还是讲人的注意力注意力吼，无法度遐久长所以咱伫咧讲话时阵吼，定会有一寡迄落，像我讲即落迄落安尼即种话，吼，毋茫要甲听众的注意力吼，扣转来即种真好写伫
文本内底物件，迄哦哟，安尼款诶吼。这就是口语甲文字有一个真要紧诶爱区别诶所在，毋过咱咧写作吼，比如讲咧写散文啊、散文、散文吼，还是小说吼，即种开口又阁真要紧，要哪甲写伫你诶作品内底，这真正爱费心神去研究的。我即摆所看诶吼，就是像若讲以前有写过华文作品诶人，定定拢会甲遮诶物件拢直接甲清除掉啦。像我讲啦，举两三个例来互恁听吼。像讲咱有真侪对无慢慢看咱这拢有咱讲话一定有毋过因遐作家因定定讲即种迄个无意义就甲迄个摕掉伊慢慢来什么阿伯看行安尼这咱台语人看到咱讲的时阵会晓加迄个啦但是伊文字写出来就毋写迄个咧即种会变做讲台语开无台语开的问题啦有一寡作家就是用伊的地位伊咧塞伊的即种想法观念其实伊的影响力是有够啦，有大啦若是我个人我是无爱安尼我是较望讲，因为咱的台语文发展无偌久所以我真望讲，咱会当保留较完整的台语甲台语无论是开口口语、腔口，拢该保留所以我真鼓励即款的讲话嘿啦，迄款的即款语气的词尽量该写完整无是安怎迄个迄个有人诶无是安怎安尼尔有迄意思是共款但是你有迄个甲无迄个就是有开口诶差别啦像即款诶问题这是要做一个写作诶人爱注意咱即摆看到足侪人做教材即款诶拢无去啦咱会当讲较臭样诶，就是讲，就是遐做教材，因差不多无把握写即种物件啦，无法度教迄个开口啦，所以这教出来了后会安怎？就是教出来了讲话无开口无开口的讲话有啥物意思？甲即个语言死去差不多所以迄个开口是真，我认为是真要紧若是以我本身来讲，我嘛是听迄种有开口的台语是较正常。我较认为迄是台语。你若拢无迄款的，我就感觉毋是台语。像讲迄个阮老爸伊即摆竟然有人写我爸我爸直接写做讲是台语安尼啦。我爸我爸我母这样台语就我爸我母去迄就走真愈远去像即款问题啦就是口语甲迄个文字化这是真爱考虑的代志基本上基本的就是讲口语较会杂念啦文字化过去咱互人教育迄种迄个中国话迄种中文的写作伊就是尽量叫你莫啰嗦啦，尽量叫你莫甲迄种物件下入去啦因尾因中国人尾有做迄个白话文运动嘛白话文运动的时阵因佫开始咧学写新的诗嘛迄阵就是拢有真侪即种开口的物件要写入去所以伊嘛做真侪新的字
啊，安尼啦。咱台语吼，近年咱迄个作家近年拢想要甲迄放映上，真奇怪哦。过来就是，这是顶届讲的吼，就是迄个 Find Beautiful Minds 吼，这就是咱主要核心的价值啦。这个麦子的意思就是，咱的思考、咱的想法、咱的情感、情绪、信念等等这物件，咱去挑出咱台语内底这好的、水的，这是叫做反映就是较正确，毋是正确，精美啊，有迄种幼咯，个迄个挑起的迄种艺术安尼，安尼啦，尽量去找迄迄种物件，你若有迄你所写的物件，伊就本身就有价值啦。其他用文字安怎编排迄就另外迄有技巧会当训练啦，安尼，过来有一个就是真正实践的时阵你要安怎写的时阵有真侪人会拄着汉字甲罗马字的问题啦，就是讲，什么时阵要用汉字较适当，什么时阵要用罗马字较适当，像讲我个人的经验咱做迄个台语认证台语认证已经做10外档台语认证内底有迄个考试，迄个朗读考试咱发现讲，迄个文章内底有罗马字、有汉字迄个那罗马字袂晓的人，汉字念真大真普遍甚至袂晓啦，而且足奇怪啦，迄个错误是足奇怪啦。我举一个凊彩举一个例就好比如讲，咱即摆真定咧讲的讲书写，像咱这文学这个主题书写，明明伊个书就是咱读书的书嘛伊嘛知影有书这个音嘛有人是诗啦但是咱书写的时阵，真少人讲诗写啦嘛袂讲字写啦大部分所听到所讲的拢是书写竟然听袂少人讲书写啦，毋知是安怎书去啦，这该是毋是啦？伊看到汉字咱迄个出的题目内底是汉字伊竟然念做书写像讲迄个，咱上课的时阵嘛，定咧讲的迄个描述啦，描述这个事咱平常时讲话是较罕得讲但是你若读册人，应该是定听人讲，定迄个看到嘛袂晓讲台语嘛袂晓讲描述描是真侪人讲的啦但是书典是无描这个音啦不离个你若比如你若是创作者你要甲读做描可能大家嘛会当接受啦若描就怪怪毋是描就是正确的啦描述迄个书呢大家毋知要怎读描足侪人会读做描就是华语迄种描安尼像这种问题啦汉字当初迄个陈良伟教授吹哨这个汉罗南下这种概念其实伊是针对像我这言提起的阮迄阵台语背景还阁真好的啦毋是讲我是讲规个台语环境的台语背景还阁真好的人较适用像即马佫经过30档
即摆少年家因的汉字差不多无台语啊。安尼大家毋知听有无？就是讲汉字原在啦，啊，阮去演的对遐汉字的认知吼，有真侪是会当用台语落去认捌，甚至用台语落去念出来。啊，毋过即摆的少年家啊，差不多拢无法度看汉字，就会当去理解做用台语的语序去理解迄个汉字啊。安尼啊，这有时代的变化。我迄个看迄个就是去评分，听到吼有即个感受，就是迄个来考试遮个考生吼，年纪若较少岁，伊汉字就愈问题啦。啊，罗马字拢是听学毋学尔啦吼，伊若毋学，伊当然是袂晓。啊，若有学诶吼，就有学就无问题啦。罗马字是安尼。啊，你若讲是你要创作吼，迄个汉字诶选择吼，我咧看就是即摆少年家对汉字诶选择是有困难。什么所在无困难？就是我甲恁讲，就是即摆教育部创造诶遐新诶字无问题啦，因为伊无别诶用途啦，比如讲喙配啦，加纸迄几字啊，迄根本就无其他用途啦，所以袂毋对去啦。啊，毋过迄无意义啦，迄对咱创作无意义。所以我看诶汉字甲罗马字诶问题吼，就是像安尼啦。啊，我家己其实有对吼，就是罗马字汉字要安怎分配，还是讲要安怎选择吼？我进前就想足久啊啦，就是汉罗南写开始，我就开始想啊。就是什么时阵用罗马字开始动，什么时阵用汉字开始动啊？像讲因教育部即马讲迄个，譬如讲咱吼，啊伊用做杂嘛吼，啊阮用迄个软嘛吼，像这我感觉拢无必要。啊因就是做真侪即款代志，因为因是要扛起汉字嘛。啊若扛起汉字，咱就是台语就变做中文的一部分啦。这是我上惊的啦。这是我个人啦，我感觉这是我上惊的。你大家若毋惊，你就去用吼。像咱迄个有几个老先生，伊拢差不多拢足爱用汉字啦。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咧，我拄仔有讲过吼，就是咱台语文爱创作，互咱的台语文的思维思考会当行来咱现代，甚至行往未来。所以必然有真侪思想，有足侪想法，会按外围入来，按外围吸收入来。外围嘛会传播入来，互咱台湾。咱这吼，要安怎吸收啦？像你若看我这个 PPT 吼，为着摆甲中文啦吼，迄牵涉啦吼，因为咱若真正一直吸收中文吼，咱尾也真正去变做中文的一部分。其他世界其他的语言敢要吸收？数理化才有一个问题，伊就变做我拢用白话语，所以这个伊会变做安尼，就是这个问题安尼，要怎吸收啦像我拄仔讲迄个气味迄个问题，迄个网友伊用的办法就是气味直接写做迄个记忆伊
像即种我就无认为讲安尼是好诶策略啦。真侪人嘛有即意见啦吼。这是咱即马若是要创作的人吼，应该爱考虑的吼，爱想的啦吼，毋是毋通啊，毋免一定问别人啦吼。你若是创作者吼，就是你会当做新的艺术啦。像我今仔日听到有一个老师吼，伊讲英语啊讲的吼，讲咧讲外劳啦，伊讲到一个我想是迄个。因迄言的人吼，因若听着应该拢知影即个意思。不是讲吼，咱兵书店也并无。伊咧讲迄个外劳吼，足认真的啦。来我写遮，互恁看者，认真啦。毋是认意思吼。伊的意思就是安怎呢？吼，就是讲迄个外劳吼，伊的作风、伊的态度、伊的言语吼，会因为有啥物人在场会表现无共款，安尼啦。就是咱知影有真侪外劳就是安尼嘛。咧顾咱遮的聚会啦。若迄个少年的吼，个人无伫的时阵吼，伊就凊彩顾，甚至会甲迄个老人吼，会甲苦毒啊，安尼啦。若少年人，其他人伫诶吼，就表现得偌亲切咧，偌好咧，安尼啦，安尼叫做认真啦，安尼，迄个老师讲出来，互大家参考。伊毋知影意思嘛，伊兵书店嘛并无嘛，就来问啦。不是讲伊嘛有差不多又出来即个意思，即个意思就是对诶，认真啦，就是看人办事啦。人人办事啦，安尼啦，这就是咱迄个做作家吼会当做诶代志，若讲即个事是咱新做诶，咱会当共解说一下讲，咱新做诶即个有啥物，就是啥物意思安怎，这是会使无一定是教材内底。我读真侪迄个文学作品，伊嘛定定安尼啦，真侪文学作品，因做诶愈侪是安尼，就是原底已经有诶事，爱重新解说，安尼，为了符合迄个现代伊当时诶现代迄种思想生活，所以有即种重新解说诶意思，所以你若看迄个英语诶字典你会当知影讲。50年前的字典，甲即摆的字典，同一字的解说是差足多的啦。这就是人迄个语言活甲真乐通的状况，就是安尼啦。咱台语就是即摆有真侪人咧研究咧讲迄个到底原底什么意思，原底安怎用迄就是因为咱去用压迫去用迄个剪断伤久啊。乱去啊！所以即摆要回转讲，咱原底台语安怎讲安怎用的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像讲迄个拄啊新词迄个外来新词比如讲迄什么动物，迄安怎要安怎讲？咱台湾原底无诶敢要对迄个华语来翻像讲古早古早白话字拄传来台湾诶时阵伊上要紧诶迄个著作就是迄个圣经嘛。巴克牧师伊当时咧翻译即个圣经诶时阵，当然内底会拄着真侪遮地名国名诶翻译啦。若地名国名我就我所知伊大部分就是去配合当时已经有诶迄个上海华语圣经内底所用诶词所以有时咱即摆看着种足奇怪比如讲土耳其伊翻做托尼基安尼像即种会有
所以变做教会人知影教会外口的人怪怪听着怪怪安尼咱即摆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像讲迄个就是我拄仔记的即个讨去因家己因的英语要改名啦就是嘛是即款问题啦英语因共款做讨去甲迄个火鸡共款嘛因即摆讲无啊要换啦安尼像即个问题就是吸收新的要怎做做合迄个台语的语气无安尼啦像进前这阿仁老师定定讲啦，讲迄个是要去食米粉炒啦，毋是要去食炒米粉啦即款问题新做事嘛应该符合咱台语人的迄个思考咱的语法即种的当然咱有人讲我台语无捌甲遐深嘛，要安怎？无安怎，就是加读加读人安怎写嘛，加互相参考安尼啦。所以像讲迄个乌克兰即摆足侪人讲直接念做乌克兰嘛。是讲迄个日本人的名有无？像讲即摆正即阵当青大出名迄个奥塔尼嘛，小黑有无？人迄个英语人因就是讲奥塔尼小黑，还是讲小黑奥塔尼？咱遮就共翻做什么大谷翔平即摆讲台语的你若去看台语台我袂听一啦真正啦，迄个小黑来到你的面前，你甲叫迄个翔平，人啥物差别？相平，啥物差别？人因日本人因袂强调讲你爱讲我日本话但是伊写落去，伊写小黑嘛，写小黑，因阿叔因就照迄个因写罗马伊就去念嘛，像即种诶，咱台语人嘛，应该要有即种自信，咱台语诶名，咱直接写嘛会使，这是咱会当对外输出嘛，咱一寡是吸收嘛，迄个 Ukraine 迄是。因为因迄拼法是迄个俄罗的拼法翻做英语了伊其实嘛毋是读做乌克兰，嘛毋是读做乌克兰但是因华语人就该翻做乌克兰咱所变做拢对人对伊咧讲迄个。真害迄种话啦，安尼啦，这是我一直感觉足无好诶所以像我诶作品内底无安尼啦，宁可我卖我直接用原文啦英国人用伊英国字啦法国人用伊诶法国字啦讲你用迄个俄罗因诶字咱毋捌嘛那袂要紧即摆 Google 你若迄个维基拍落去伊佫甲你叫做。罗马化诶俄罗字啦，就是用迄嘛会使安尼有即个问题啦。这是咱真正要创作诶时阵、书写诶时阵爱安尼啦，爱有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家己所想啦毋知大家佫有想到啥物问题啦。像我遮有写一个start from 这个 interpret， 就是按疑问句开始思考啦。像来我问大家问一个问题进前我伫 FB 共写啦像咱即摆足侪人迄个讲迄个过去的经验的时阵咱会讲迄个一个动词加一个过比如我食过啥物货。我去过倒位即个过有无你大家应该拢你若有华语嘛安尼讲去过日本到
泰国旅行过啊，安尼，哦，拢有迄个过啦。咱台语迄个过嘛，有即个意思啦。有个过去捌发生，还是讲捌做诶代志安尼啦。啊，即摆有一个会当来做一个，我写遮互大家看一下。就是咱咧讲过去经验的时阵吼，我是共写讲你爱用迄个捌安怎啦吼，比如讲捌食啦吼，就是表示你过去有做即个动作过啦。即摆有人吼，真惯是用安尼啦吼。我应该写做4条，我安尼吼。即个 V 表示一个动作啊，一个动词。安尼算2套啦吼。即个捌去、捌食、捌安怎吼，大家有 feel 无？比如讲你问人讲，台北你捌去无？我捌去吼。你敢会讲我捌去过？安尼。即个有去。即个就是有迄个相定意义啦。敢知？咱伫问人有做啥物动作，无做啥物动作的时阵，有时是问伊有经验，也是无，还是讲即个现场有安尼无安尼迄种的确定即款代志较毋是即种咧问人捌的迄种文句迄个经验即种叫做经验即摆的人较会用有安怎过啦我有去过，我有食过，我有安怎过即款的捌真较少人用啊。我最近有小可开时间来想即个问题，就是讲即种表达经验有差别无？就是捌啥物过，甲有啥物过，即种有差别无？毋知列位有感觉有啥物差别无？这先留咧，互大家想看卖差别还是讲有啥物争差啦可能大家袂来想即个问题。我争差，安尼小想者我拄仔讲我迄个罗马字、汉字我有思考过，就是安尼。来，我秀互大家看。这足久啊14年其实我这个想法毋是干那迄个14年才开始想啦，进前就开始想啊。这头一个讲迄大陆回头人的使命因为拢要杀大陆嘛，咱咧讲的大陆就是白话字啦所以上好是拢白话字啦就是我拄仔讲迄个时代性所以有即个汉罗南遮像我正平坐有安尼啦迄阵就咧，大家就咧想讲到底是安怎配安怎选较好下骹有一寡迄个想法是我个人的就是讲迄个罗马字应该占
有一个比例啦，就是你看你的文章内底爱，你咧说台语，啊，你的台语文章内底罗马字爱占偌大的比例啊？即种想法。啊，当初阮做迄个杂志的时阵阮嘛是有即个想法所以阮差不多罗马字算起来差不多爱占有上无爱20%啦，才有意义啦才有迄个催促的意义啦。你若敢若拢说白话字罗马字占一个2%，无效啦。像有一段时间，我袂记是倒一个刊物啦你咧吹煞台语毋过你的罗马字遮尔少你若讲，比如讲大陆会机关部若罗马字足少的，毋着愈罕像安尼啦要说台语无罗马字袂使啦像有真侪迄个教育部派因着讲迄罗马字完全是摕来注音的啦迄嘛袂使。所以我有想一寡啦就是讲，即个罗马字的写法内底像讲迄个什么大写小写的问题，真侪人嘛毋知影呢我认为迄个汉字罗马字的选择像这我讲因华语语法内底有一个叫做虚词的物件啦你要理解我简单讲，伊就是语法词啦。什么叫做语法词？伊就毋是迄个实词伊就毋是讲伊本身有意义的，伊一定要甲别人的物件甲做伙，伊才有意义的迄种词即种词我认为要定，毋是定，就是上好是用罗马字啦像讲迄个这啦、迄啦有遮啦、遐啦即种诶即个啦那啦那啦像即个因汉字拢写作字音嘛即两个意思差真侪嘛像讲即个安妮安妮即个词即摆全台湾其实腔口足侪款安妮安尼即而且声调嘛无共，安尼安尼拢嘛有安尼安尼因为即个词真特别啦，伊你安怎什么变调，其实意思拢无真差啦。即摆大部分人拢写做像讲迄个南部腔，就是拢写做安尼啦，写安尼啦。北部腔写安尼啦像安尼，像即种莫用迄个安呢。莫用迄个汉字落去写啦即个安怎嘛是啦我即个因为咱安怎因为迄个地方发展的关系有人上尾变到安那啦安怎安怎安那安尼像即种要保留啦较深刻啦像我进前我即摆有一个主张就是进前就开始主张就是讲，咱台语所有的腔口拢该当作无共词就好安尼才会当摆脱才会当甲迄个汉字思考拆字啦无共词共款意思嘛无要紧是安怎袂使不是讲有一寡迄个老先的啦因学问较饱因就认为讲你明明就是讲迄个词迄个词写起来就是什么字你讲的是地方腔的差别尔安尼啦我是无想要甲因相争我足无意思就是你毋则有迄种腔口的问题你若拢该收做语词即无共款语词表示无共款意思，敢袂使？
像讲咱学英语吼，英语其实嘛有真侪即款，嘿啊。像进前吼，我看过一个影片啊，伊有讲啊，讲像讲迄个栏杆有无？咱讲栏杆啊吼，迄个咱的迄个观光地点吼，迄个有叫人看栏杆嘛。哦，伊用一个词吼。介绍啊，结果一个美国人吼，听无啦，安尼啦。就互恁看吼，即个啦吼，我讲即个，即个栏杆英文吼，咱遮诶迄个，伊用即字啦吼，即字吼，咱诶词典安尼啦吼，咱台湾诶词典，恁若甲即字拍入去吼，伊确实是栏杆夫，就是即个意思。啊，所以因遐个建筑诶吼，咧介绍时阵，大部分拢用即个。啊，叫人诶美国人来，我听无，安尼啦，就是有即个问题啦。我感觉这无好啦。这个汉字这个问题是讲，譬如讲这个人知会知，你读作假啦。啊，规篇文章诶时阵吼，你这字吼，这字出现，你可能有这个有迄个灾气什么货吼，迄个别种用法啦，天灾什么货啊，但是你不时就出现讲假是要用这啦，啊，所以你假不如用这啦，对无？人才你就用，你看你要用这，还是要用迄个罗马字拢会使。就这这啦，这伊嘛要用这个啦，这伊嘛要用这个啦，安尼。像这拢是虚数啦，这个是单位数，这个较特别啦。我是认为讲这，因为地方腔有人讲价啦，这个你会安尼嘛是这个这个即摆佫要写这字啊，有？这字伫个华语内底，伊嘛是造字，用叫字，伊专注食这迄款借来用的字啦。结果咱台湾人台语竟然也要讲，人已经是借的你佫要借一摆就对啊。安足老的，你直接写迄个罗马字就好啊，就即款。像即个价吼，伊即摆写安尼了无？即个价甲即个价完全是无共款意思。即个价有，在我想以早吼，应该是迄个就是搞变音去的啦，搞变音去的变做价吼，即咱台语内底吼，凹变啊的吼，有几啊迄个啦。你若拄着，你会知，可能会小可思考者过来就是代名词啦，代名词你我这像这啦即摆啦咱用的代名词大概，这叫做人称代名词咱用这啦你就直接写这就好你毋免有因找无字啦恁嘛找无字啦安尼啦，有一寡常用的台语词像讲迄个什么古笔什么话古笔标迄款的足歹写的字因为汉字足歹写的但是咱囡仔人就拢捌的物件用的汉字足歹写的你两项拢会使教啦。像讲迄个这个数字像你若我听讲迄个，比如讲英国人因的教科书内底，像讲这1800即款的因伫较细汉的时阵嘛是拢写就是写英语写做10写做100
较大汉了，才写做罗马字，写做阿拉伯数字嘛，迄款的。咱嘛应该是安尼啦。这是汉罗的选的时阵，安怎写啊？阮咧用的时阵阮真正咧出版的时阵，阮的要求会愈侪啦。就是若是有争议的汉字阮就尽量莫用啦。若一个汉字伊的音足侪规矩用罗马字啦。像这我甲迄个老先贤伊早有讨论过，我拢讲迄个。像讲一个迄个相思的相伊有6、7种6、7种音啦。你要讲什么6、7种音拢是文音甲白音的分别，要怎分啦？安尼啦。这罗马字甲迄个用法就是咱家己可能爱设一个比如这点这第一点这点就是咱可能家己爱设一个拍数。对我来讲我袂要求人讲一定爱写罗马字安怎，但是伊若全部写汉字，我就足频道看，毋知伊要写华语还是要写台语。尤其伊若台语的语气语法无遐尼老，真正看起来就是伊咧写华语啊。嘿啊，个人安尼嘛咧出册啊，佫讲是台语文学啊，安尼咱就感觉足忝诶。安尼啦就是这是较实践诶时阵应该想诶问题啦。我才有写一个讲按迄个语文书开始我家己有想一寡，就是咱台语诶语文就是咱即摆人。因为台语较罕伫通好，听着、拄着所以有一寡人就连这语文嘛无啥会晓讲尤其迄个妈嘛咱台语无妈这种文句啦，有妈啦所以若要写诶人，这语文句爱先了解一下你先了解一轮去安尼啦。像讲这个时配啦因为咱定来讲毋是就是时配啦迄个是啥物爱讲是啥物有是啥货后壁会当讲是安尼还是讲迄个。上普遍，即摆较侪人知影就减菜迄嘛是讲是安怎迄个减是安较早是白话字内底较侪减啦因为迄下门话啦咱台湾人较侪减啦，你会当甲迄个减是当做迄个介音脱落啦，就是迄个伊落去你嘛会当甲当做是迄个地方腔啦，迄个所在甲迄录音共款录音迄个录音记录嘛，迄个伊拢会升起来安尼像即款敢会安怎即个后壁动词即款的形式的文句即款的形式的文句安尼足侪款像即款的即摆真少人会晓用无咧即款的饭咧安尼迄个无饭咧安尼嘛会使，嘛是文句即款的像这啦再是拄仔迄个心迄个足即摆嘛真少人讲真少听人讲迄个迄声调无共伊就变做文句，还是肯定句即种变化安尼迄个像讲个什么5个 W 一个 H 就是伫遮问啥物时阵发的时阵就是啥物依早迄个音拢写什么啦
我想这嘛是会问话啦，这个什么迄个咱遮较惯势讲什么有人讲什么甲像海口的迄云林海口遐拢什么安怎啦这个拄仔讲的迄个这个有两款好甲坏拢会使用啦。咱即摆较侪，我看较侪，看到较侪人用是安怎咧问坏啦。确实，咱迄个坏可能真侪人安尼问安尼问嘛真正常啦，是安怎其实好嘛是会当用即个安怎来问伊有一个完整是叫做安怎样啦，安怎样伊个就是有一个怎样我则无写怎样伊有别种读音叫做怎样我则无写是拄仔讲的是无是无会连音变做小晓小晓甲迄个拄仔迄个下同款伊无共款声调会代表文句也是肯定句安尼这内底拢有真侪台语的语气这若无去台语的语气就减一半去迄个富像阮讲像啦但是迄个台语大词典是像啦富啦是像是人是啥物人是啥物人安尼你若有读圣经，你知影因会出一个字锥啦，这下问话啦这咱台湾差不多即马敢若莫讲即马啦，就我足细汉的时阵嘛，毋捌听过啦，就敢若教会的人会安尼讲我毋知影讲，毋是教会的人敢有安尼讲，像阮阿嬷会晓讲一寡下问话，阮阿嬷我嘛毋捌听伊讲字锥伫个咱台湾流传的歌册内底是有啦，有即个词字锥问迄个粉伫时当时咱即摆的人惯势当时啦，还是讲伫当时咱以早伫时啦就其实真接听真接用啦，伫时啦即款的还是讲你若用法特拢嘛会当转做法特即种型什么时阵、什么时间拢会使过来问迄个会儿迄个什么所在嘛倒一个所在，什么所在，倒位安尼会区是倒一个会区one即个会区安尼这咱爱先会晓啦，就是安怎样来有一条歌叫做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应该是按华语来用法咱台语迄个为就是互偏心迄个为啦，就是讲你为伊无为我即种为啦伊迄个汉字迄个为什么迄个为伊有一个音叫做为啦为所当为迄个有啦，迄个以为的为华语有迄个以为的为，就是迄个是什么迄个类似迄个意思台语其实无迄个意思，台语的为还是为是有迄个迄个行动迄个意思的为过来就是为即个为因华语行为为什么安尼即个咱台语即摆嘛有学着即个为什么佫有一条流行歌，所以大家可能拢知影迄个为什么为什么一般就是咱即摆足侪人讲迄个坏的拢用即个为什么安尼为什么用当作是坏的即个用法我拄仔有讲迄个你要问我的较我认为的较台语开始迄个是安怎啦安尼
啊，什么后壁拢会当食啊，什么人、什么代志、什么物件、什么时间、什么关系、什么地点，种等等，这个什么拢会使啦，文法的啊。你咱台语人的惯势啊，亲像迄个介词，这个字有啊，吼，遮无，迄个字啊，咱会当用伫时间、空间啊，代志拢会使，伫什么会拢会使安尼。咱这什么嘛，差不多拢会使用啊。甲迄个英语就无一定会当安尼，无一定什么哦，就是别种语言无一定会使安尼用啊。台语会使啊。啊，还有一种问迄个虎的吼，密人有啊，密代有啊，即种诶，迄就是头前迄个写密迄个写吼，迄个省略嘛，密人。结果最近毋是最近啊，可能是一当前啊，还是还未到一当吼，有人就是人写安尼看无啦，密台伊看无啦，就是写台语爱看无，密台是啥物货啊？安尼啦，这就是咱台语的环境渐渐失落啊，所产生的吼，迄个对。像讲对阮这个来讲是真普通的事，啊，对即摆人来讲，真罕见啊，甚至毋知伊对毋对安尼，会共当作是人毋对去。亲像我最近有共看论文吼，论文伊内底嘛安尼讲，当初迄个人诶小说内底迄个台语吼，迄是用了真正确，结果即摆人吼，甲伊翻做汉罗南下，汉罗南下吼，佮人当作讲人当初写毋对去安尼啦，有即个问题啦，就是当初诶印册时阵印毋对去，阵共改共改，其实改过才是毋对诶，伊人原底有迄个，迄是对诶，表示讲当初迄个意思是。就是当初用的迄个，就是迄个作者用的，迄个时阵用即个词是真好的。咱到即个即马即个时代的时，已经毋是即个啦，差不多十外当前啊。个台语已经无遐尼好啊，毋知迄个意思共当作是伊印册时阵信我顶打去，阵家己共改做家己认为对的。有即种问题还有一种问题大吼，偌济偌大吼，即种的吼，书店写热啦像若我个人，阮遐拢讲热啦，偌济偌悬偌水偌一款的咱台语比英语还是讲迄个，咱有一个是毋是咱会当偌济，嘛会当偌少啦？英语袂当偌少啦，迄种会当偌大，嘛会当偌细因无迄个偌细，拢是偌大这是咱语言内底无共款深色的所在。像即种来问安尼字和即款的即个嘛当做疑问句是安尼敢毋是安尼嘛？伊大概就是用伫迄种看起来是应该是理所当然，你奈无认为安尼迄种时阵的用像讲是安尼嘛，即个要去嘛，意思讲应该是照咱所讲的即款安尼但是你想安怎安尼安尼好嘛安尼像即种疑问句大家可能家己爱小可研究一下这是我家己所想的啦大家参考啦过来迄个像即个问题，大家敢会当迄个想一下，即个差别捌安怎过，甲有安怎过的差别。咱到上尾咱再来讲过来来看一下我的作品。
就是其实这是安怎思考这个问题啦吼。进前人就甲咱讲足久啊啦吼，这就是这个互批评讲有台语无文学吼，就是咱的台语文创作内底吼，有一段时间吼，迄大教授啦，甲咱批评啦，讲咱有台语啦，啊无文学啦，还是讲有运动啦，无文学啦吼，安尼。啊，这问题吼，迄个时阵只有真详细开破吼，伫咧阮台湾文嘅咱人册第五集啊，迄个107啊，到114啊，伊所讲诶足简单诶啦吼，就是即个批评，就是差不多伫1992年吼，台语文吹送吼，即个正要开始尔啦。1987年改严吼，啊，就真侪咱台派诶人吼，就有人就一寡迄个华语作家想要试看讲咱台语来用台语来写看卖啦，安尼啦迄阵就一寡作品就会诚做算讲先锋啦会安尼批评诶人就是掠这个作品来批判安尼所以有淡薄就是若是像即种批判的意思是讲，恁做这也无好恁哪着做？迄种态度啦吼，你应该莫做安尼啦，就是要甲饲互死吼，拄不义尔，就要甲饲互死的迄种批判。即种无介歹啦吼，为什么介歹？因为因拢华语人嘛，因华语人吼，就望恁台语拢无发展，望恁台语早死好啦，安尼啦，迄个咱可能吼，即个时代已经过遐久啊，咱应该爱有另外考虑啊，就是讲，咱即摆考虑讲即个，咱即个就是当初咧批吼，因算是迄个叫做文学科啊啦，因则无咧看讲你什么台语还是华语啊，总是吼有可能因就是加减捌寡台语安尼啦，甚至是错误的认捌安尼咱即摆的状态应该是讲，咱应该是自认家己是捌台语的人，咱算是台语科啊，台语文学科啊，安尼啦咱家己来看，咱的台语文敢是有台语无文学的，还是讲咱台语文学科啊，家己的台语文学要安怎建造这是共款的问题迄个拄开始我拄讲的迄就是下华语的台语文作家啦，因是咱的先锋嘛是先锋去用新拍情安尼啦，迄阵大概无剩几个，即摆拢无咧写，像安尼啦佫有另外一本就是有一本是叫做台语诗六家选迄是陈良伟教授甲因的作品换做就是改用汉语来写因原底写的主要就是陈良伟教授要吹索汉语蓝写这种理念所做的一个应该是一本册自立晚报的。佫有另外一个迄个时代的物件，就是叫做林荣敏编的伊甲台语文学三类啦散文、小说、诗三类啦出3本册迄个内底用字因就足苛刻啦内底罗马字因嘛是用迄个林荣敏家己迄套啦
好，为什么因会安尼？因为因拢是过华语的作家啦，所以像迄个宋哲兰嘛是安尼，啊，个一，我拄讲迄个齿科医生吼，伊台语足老，伊嘛是，伊就是读到齿科嘛，所以中文册应该读得真好啦，所以嘛是有迄个，就是用字啦，你咧。欢喜伊个册台语无啥问题，但是伊个用字就是安尼，就是有咧受着中文教育迄种影响。咱家己咱家己的我遮写咱台语人家己的台语文学是安怎样安怎样啦？咱这问题是开放式的，就是讲咱望啥物款的文学环境，望有啥物款的文学世界，咱的台语文咱当然无一定爱甲别人共款，无一定爱甲迄华语的不是咧追求迄个意象迄种物件无一定爱。咱台语确实本来就有家己一条路咱家己敢知影这是嘛当留咧互大家思考的问题。咱台语是有时我拄即种想法啦，有时会变做讲人讲的做华语咧讲的叫做海畔有足臭之夫啦就是讲明明就家己足歹家己佫足幸足爱安尼佫共讲迄足好安尼当然是毋好是安尼啦。虽然有独立的文学观有独立的迄个美学观。毋过毋通甲歹当作是好诶，这是无，这是歹，这是无好诶，这是为着要来讲即件代志所以我有写进前写一篇啦这叫做考场，用这个来看很紧。好，顺续甲先生提醒一个。咱还阁有10分钟的时间，有啥问题无？就迄问题留在后壁，就是请先生，就是讲咱主要的部分。你嘛足期待要甲大家开讲，所以已经手头已经有收集一寡问题，要听候甲你问。先就是先生，咱遮甲算讲嘛做一趴速结安尼。什么做速结？还是结束？砍酒啦，砍酒嘿，做一趴。是要穿衫无啦。我再收煞者我拄仔要讲迄个就是考场啦就是咱拢是按认白模仿按模仿别人的物件我讲迄个甲世界交流嘛是共款，咱学迄个世界内底好的物件，甲学入来安尼啦就是模仿啦而且咱的教育体制嘛是先模仿嘛所以有即个考场，即个考试拢是考别人啦毋是考家己啦模仿开始啦就是即款问题过来就是讲这叫做直接抄啦模仿是仿伊的四种物件典故啦形式结构佫有语言语气这会当抄的，会当模仿的毋过即个你迄个情景的塑造会当直接抄啦context 会当抄是迄个意志你讲的迄个什么主题什么会当抄经验会当抄智慧会当抄啦这是我咧感觉我拢讲优秀的会模仿啦若是比优秀佫较优秀的直接抄啦，上好的直接抄啦安尼啦这是半笑话话啦文学作品无迄个抄袭的问题啦除非是比赛迄个抄袭问题后壁这是一寡迄个台语课咧研究的问题啦这会当另转若有机会再去讲啦咱即摆好先我讲到遮先我先休喘咧互恁
伊题目来，咱再来讨论，好吧？好，多谢卢凯先生，即摆咱先互先生去啉一杯茶，休困一下吼。去食咖啡安尼好。好，咱线顶的朋友若有啥物问题想要提问嘛，欢迎伫咧 YouTube 这边吼，甲咱留话。主持人较等的会代替咱来甲讲者提问安尼。好，接续落来，先甲大家活动放送一下。你教拢袂晓分哦。啥物教？你是要教大家放送，毋是教大家放送。我本要甲大家开讲就教爱分哦，吼，拜托。好，我知。好，来，各位锁定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咱即马所看的这个活动是2023年的台语文学系的讲座最后一场。咱接续落来咧2024年，咱有目前有预定咧邀请这个台文作家陈明仁以及陈雷生呢，咱要来做因的相关的一寡文学作品的讨论。可能嘛会有一寡实体的活动，佮会甲高雄文学馆做合作、做配合。嘛希望大家会使继续关注咱大教台语文促进协会相关的活动。好，大教台语文促进协会逐个月拢会有一寡线顶的活动，咱有专台语讲座，会开台语文的课程，嘛会有台语开讲会。佫会举办济台文读册会，若对遮个活动有兴趣的，欢迎摕你的手机有一个边仔的 QR code， 会使得到较详细的资讯。好，咱台语讲有路的活动，逐个月第3个拜六暗时8点到10点，拢会固定伫咧线顶聚会。咱即摆的活动，就是伫今仔日暗时，今仔日暗时8点到10点，欢迎大家做伙来开讲。这个大教台语开讲会，台语讲有路，最主要是希望会使提供一个互少年朋友，互你希望会使用台语来甲大家分享一寡趣味的概念你个人的生活经验，若是对遮个活动有兴趣，嘛会使分享你家己个人的心得。若有兴趣要参加，拢会使有这个 QR code 来报名参加。好，总是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包括今仔日的活动，多谢恁做伙来，先毋通走哦，咱较等下还有一趴要甲讲者继续讨论的部分。嘛欢迎大家，若有兴趣，也是有一寡想法，会使填下底这个活动意见表，互阮一寡回馈。好，安尼接续落来，咱搁甲时间交转来互卢凯先生。我目前咧，我会留即个画面放伫边仔，随时大家若有想到啥物款的想法，要甲我分享，嘛会使填即个活动意见表。好，安尼无问题啊。有要问问题对无毋对？你咖啡食好吼？我边仔啊。伫边仔好，安尼食好，安尼我着照顺序来甲先生请教啦吼。首先咱有朋友去问着讲，伊伫台湾因为住过真侪所在，做摆其实伊家己的台语有染着侪无共款的腔，甚至伊家己无啥清楚家己的腔到底是啥款的。做摆伊要问讲吼，各地方的腔口若人咧讲，敢有啥物款的禁区？禁区？你安尼想？就有人安尼提问，我就教一下，讲互你听。我个人啦吼，阮兜就是较自由开放啦，所以即种无啥物禁区。安尼就是无啥禁区。其实我知影有一寡人为讲着一寡物件有禁区啦。
比如讲水鸡啦，水鸡啦，你若四骹水鸡啊，你有听过无？哦，水鸡啊，嘿啊，长脚仔啦，对。啊，水鸡啊是安那袂使讲？有人讲袂使讲啦。是安怎？因为讲迄是就是咧讲迄个查某人迄个所在啦。哦，安尼我知。迄是粿嘛？粿啊，粿还粿个另外。粿还粿。还是讲袂使讲。人生鸟狗粿嘛。什么死啦、走啦、去啦、老啦，什么话迄足多啦。总是咱现代啊，会当你若有经验即种禁忌你会使甲当作是你写作的材料。比如讲你去到某一个什么所在啊，我发现就讲，我讲这个话在地人拢真讨厌。譬如讲有一个词啦叫做草煎。恁捌听过无？草煎伫阮北部就是咧讲迄个无咧讲人诶啦，拢咧讲迄个什么草啦，什么是文乌白花乌白生啦安尼啦，迄种毋过我知影佮像中南部有人讲草煎是咧骂人。安尼啦，迄就变做禁忌啊啦，安尼。你若讲真正详细禁忌嘛可能会当做一寡迄个电影调查。我个人较常听的嘛，无算禁忌啦，就比如讲，了袂使黑白用嘛。比如讲拜拜，你爱讲拜完啊，袂使讲拜了；你爱拜坛，袂使拜了。像即种的，就是其实拢是掠即个台语海音还是海语来讨论讲你来安怎用。了甲完这个无地方性啦，这个是家庭性的啦。迄个家庭无好诶，较有这种禁忌啦。还是阮家庭无好。最近佫听到一个，就是讲袂使黑白哭，因为哭一定是爽诶才会哭，你要用好诶。即点毋知老师安怎看？迄个囡仔安尼咧哭，是哭啥物？你毋才咧哭，要用好诶，袂使黑白讲哭，就是有听安尼诶讲法。我嘛知影伊诶理路是啥款，毋过针对即种诶讲法，要请教先生。我是知影以早有人讲哭就是歹命啦。安尼啦。哭是囡仔啦。安尼啦。哭是歹命，好，安尼再过来，好，多谢迄个提供这个题材，有机会过来讨论一下。其实会当，这个确实有趣味，会当做电影。不是个真正真无好做。像我常用，我想我嘛无啥物禁忌啊。好，安尼接受了后一题啦吼。有朋友咧问讲。因为即马咱线顶其实有一个朋友，因诶台语是即几冬才家己捡转来学转来，所摆大家其实拢担吼，烦恼讲要安怎用上帝诶时间，甲家己诶华语化诶毋食台语甲改掉，有啥物建议无？第一，莫惊，莫惊。第二就是较接兵书典啦，第三就是爱读册啦，爱读较好诶台语册啦。较好诶台语册，敢有方便嘛？请先生单雷、单明银、老生贤、潘可元，这些拢是台语较好诶，佫有周定邦。好。佫有迄老先诶老先诶有一寡台语可能现代囡仔、现代少年家可能读无，伊毋知内底好歹啦像讲迄个我拄仔讲迄黄元兴啦迄真正袂歹啦。黄元兴，苦拼丁嘛，伊像因迄个时代，因要写台语因有考虑足侪心肝有清洁啦。所以有时会难着，真正是难着华语。
毋是代表伊诶台语无好，像讲伊早迄个报纸写我们因读诶时阵读作咱啦，对，嘿啦，就有这种问题啦。咱即摆因为咱要华语会该当做华语，这种是咱诶信号啦。会当读迄个教会报白话字部分啦，迄是上紧诶啦。安尼啦，无人通好讲话嘛，就读册啊。嘛是爱有人通练习啦。对毋通惊人甲你纠正啊，毋免惊歹势啦。家己无迄个境界啦，毋免惊啦，像你即摆少年辈真流行迄个事件啦，迄个笑啦，用笑做迄个加强词嘛。笑安怎？对，阮之前是无啦，完全无啦。但是阮会当接受恁咧笑啦。大家咧笑台文咩？笑台文做伙笑好用诶。因为迄个笑台文甲恁讲诶迄个笑无共款。笑好用啊，比如讲找台语笑好用啊。对，是完全无共诶。是。像讲迄个腔嘛是啊。腔。你即摆嘛会讲腔嘛？腔起啊，有无安尼？腔起啊，迄个就是什么啉酒啉甲腔起安尼有无？马西，阮嘛无安尼用法啦。因为阮的腔是饕餮的意思啊。嘿对，无对，嘿物件偷腔。对啊，物件偷腔起，阮袂讲偷，就是迄个人腔起安尼所以这就是恁创作的新词啦，恁的时代啦，这是 OK 啦。我看有啦，我读有，我看有啦，我袂安尼用啦。好，安尼接下来，安尼就搁连续落来第三个问题吼。有人咧问讲陈世进分享的遮个文章包括我综合一下包括咱拄则有讲到台湾文艺咱人画遮个杂志毋知去倒位有缀买？无得买啊啦！无得买，你拄则分享的遮个文章诶，无啦，真使袂使安尼拢敢要放互阮流喙烂呢？我安尼要去倒位找，就算准讲无得买也是讲有啥物所在，会使去找着遮图。我来 Google 者啦，看有无啦。我有时我可能会翕相会传去啦。我本来有翕相一寡本来今日想要讲的就是比较汉字、罗马字这款共篇文章，会当来比较看卖你阅读上的问题啦。不过可能会伤了时间无这个即时的效果所以就摕掉啦。安尼先生拄则讲到会使较接去 Google 找，是讲遮个咱。台湾文艺咱人画杂志，还阁有机会找到，敢是这个意思？文章所摆这个杂志就是今日历史无所在通图书馆敢有？有可能有啦，阮迄阵是有申请迄个图书，就是迄个。台文馆会给迄个奖励啦，也有留几本啦。好，这珍贵的资料好。对啊，做袂落去6本出本啊。是因为像拄则先生讲的是订阅人数无够，是内底人嫌迄个绘画去迄种感觉。订户无够啦。有影歹做对啊，阮可以做一个大空档咧，想讲这咱时势来有发到啥物会改进做嘛？嘿，对啊，还有一项就是，拄仔有讲啥物要加强家己台语程度有无这个肖老师这个，
所以伊即马有真侪作品哦，放伫网络啊，诚做迄个大家会当分享去看诶。哦，有诶做田人诶，啥物货吼？做田人博物馆。啊，搁迄个鸟啊。啊，肖老师伊诶台语拢真，伊嘛是真好啊！伊是迄个中华迄角是诶，迄种台语啦吼。啊，伊真骨力啊，迄个真有路啦。啊，伊创诶迄个博物馆甲迄个鸟仔迄吼，会当开阔咱诶眼界啦。咱家己对台语诶眼界，像我迄鸟仔类，足侪人拢袂晓讲。啊，所以这吼，你若袂晓讲，你要用讲台语偌好，人会毋信啦。是，是唔对，毋信啦，这袂晓，迄袂晓啊，讲台语偌好，啥物事？讲到这，安尼我就搁拄好搁延续一个问题，因为甲拄则这个话题啊，搁有先生你拄则所讲的有关系。但是这个绝版啊嘛，对吧？叫因搁印啊，这本啊，我知你都买100本迄嘛，对啊，系啊，要甲你挂2本啊，拢无。伊搁甲我调转去啊，安尼就无法度。系啊，我手头拢差不多用伊啊。哈，无猜你迄当阵买100本，就是要等伊起价呢。无啦，咱也毋是要安尼要趁大钱啊！我知影会趁大钱，但是我无安尼趁大钱啊。哦，好啦，安尼先生你真有良心啊，真有良心。好，安尼拄好延续这相关的问题啊，咱讲到迄个出版品，因为拄则先生嘛有去讲到啊，有的人就是台语无好嘛咧印册。对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要问讲，咱即马市面上其实有足侪假台文册，无就是伊知影即马台语有市场，所摆伊就本地咧写中国话，啊，就来转做写台文。啊，像即种册，通常各拢有大间出版社咧出，所摆销量可能比正版的台文册较好。啊，就是要请教阿凯先生，就是讲。咱安怎去判断？就是卖互伊怪去迄个能力，还是咱会使安怎甲身躯边的朋友劝说？即种会唔通买？我是较袂安尼想啦。嘛甲买就对了。我袂甲买啦，因为我知好歹嘛。迄是有材料通判断的。啊，咱即马就是因为。其实有足侪人拢是买手票台面转来。这个文化事业唔好共做，除非吼伊传播的是错误的概念、错误的价值啦。迄咱就卖啦，咱就尽量卖啊，咱卖唔免错遐侪气来去讲的啦。我真正啊，所以咱就是爱教咱这个台语较好诶，即个形成一个库啊，啊，接消息流通安尼，啊，你就会知啊。啊，你若讲真正讲，迄个啥物无好，啥物无好，安尼讲较歹，较无好啦。好。你知影我诶态度？我知，好啦，了解啊。嘿，因为好。总是就是有诶，真正就像你讲诶，啊，全拢汉字咧，啊，甚至中国话翻译就搁着写伫下底咧，啊，甚至伊就是敢若封面有出现台语两个字，啊，内文全部拢写中国话来小解台语词诶，哦，就是你应该知影咧讲啥物，啊，因个拢袂真好嘿。有啊，系啊，因为其实大家对台语拢有兴趣。啊，因本来因就是有因的人际关系吼，因的迄个叫做行销的路线，因本来就有啊。像有一个人，伊原底是迄个联合部的嘛，啊，迄拢因的朋友啊。啊，毋过安尼敢袂形成一种奇怪的风气，就是买手遮的人所写的台文会互认为是正版的台文。是啊，啊，所以即摆台文的拢会。受因影响啊，对啊，会啊。啊，咱会当做的就是我拄仔讲嘛，咱
家己拖来较接交流的吼啊，拖另外较骨来写一寡册，安尼啊，呀，我所以看谁是爱看迄个内底人，袂使看外口人就对。嘿，唔好啦，因为伊个事业是牵连真大，范围真宽，唔是干那迄个写的人，嘿，因为迄个伊嘛有可能写的人家己出钱印的啊。你知影意思？就是规个生产的过程是真复杂，啊，牵涉的人是真范围真宽，啊，咱唔好安尼讲着人敢若台语无好，尔就要讲规个平淡呢。好，先生人真好。咱加，我甲你讲吼，好的册吼，咱买来加读几摆啊，较赢去共冰岛啦。有道理。好，我家己个性嘛爱检讨。接续落来要请教迄个阿凯先生吼，就是其实你拄则嘛有去讲到，即个就是爱读台文正版的台文册，就家己台语文才会进步。啊，我想要请教讲，现主席啊，因为特别你阁有去比较着读教育部的即边的人啊，即摆有真侪先生无咧读台文，已经落去教。啊，亲像你拄则所讲的一寡现象会出现，因为家己本身无啥咧读，啊，就会认为过去的人所用的安尼讲毋对。啊，就是针对即种现象啊，要请教先生，就是有啥莫讲方法啦吼，就是要安怎甲遮个先生沟通，就是安怎互伊去认捌着。其实现主时的台语无一定遐水气。有什么路用？因为因在咧教囡仔哦。用问题是安怎？即马的先生有真侪人台语无好，佮毋读册，但是伊已经咧教囡仔。无法度啊！迄就是教育部，迄就是中华民国要甲你排害啊！哎呀，安尼讲，传出去的向掠去关的吼。对吧？因硬说讲一定爱台语，一定爱汉字，啊，一定爱用注音，安就是要互台语死去啊。是。对啊，伊无重视这个语言啊，所以这老师是有对这个教育部的嘛。因唔敢反抗嘛，因惯势服从啊。但是我即摆感觉较大的问题是，遮个先生本身有即个台文的能力，但是因无法度去体会第一线初学者的痛苦。那其实就是安尼啦，因即摆是咧享受成果啦。虽然即摆环境还无遐尼好，但是因是享受成果尔，因毋是开创者啦。你咱若要甲伊讲，硬要求伊做一个开创者吼，豆等啊。咱就是亚经济吼，加减甲伊讲一寡迄个，比如教育部是要害台语即种想法，安尼就好啊。啊。颠倒吼，像迄教音乐的来教台语吼，因的效果可能不止遐好，但因为因毋免话客考台语好毋好？是，好。线顶有几个朋友进咧问讲啊吼，先生敢有 blog？ 有啊。有人回应即个如凯 blogspot。敢是即个，因为我细汉看迄个早就已经拢无去啊。我嘛咧找你诶伫倒，敢会使小解一个，就是小解先生你个人本身诶看 blog 也好啦，啊网页也好啊。我网站本来是伫学校内底有设一个迄个，就是应该是学校内底是教学为主啦，我嘛放一寡软体啦。
佫有一寡软体介绍，但是迄个学校变化关系，迄个网站煞翘去无去尾啊，我就用即个 Google 的即个 blog 啦，即个家己写一寡文章尔啦，这因为交流的人足少啦，所以我嘛无啥物，就是无真正足热心来经营即个物件，不离个有写一寡物件伫内底。我想我应该内底台语算袂歹啦，总是我有一寡台语可能，对恁来讲可能有较旧版啦，这是我，这叫做台语幸福山地园，还是幸福山地园即个，因为阮兜是山地园啊，blog 是即个，会当介绍一寡其他台语好的 blog，像即个老人梦卫星就是迄个肖老师啦，即个什么一倒水两倒水迄个迄个就是老师。倒水，想倒水。倒水，伊有一倒水的。好。迄个搁一个科员啊，恁会当若要学较好的汉语，会当去看科员的。我毋知伊即摆囥伫倒啊，因为伊讲迄个伊之前囥的迄人要关掉啊，所以三角学台语敢是即个。伊叫做啥？台语的理想国是？应该是迄个理想国。对。其实我若看到，我拢会收集起来啦，囥这安尼。但是囥的归囥啊，无啥物咧看。无时间留看的人会济啦，像这个。因为我处理的代志真正有真侪真杂啦，有一部分是咧处理电脑啊，所以我收的物件较快。像这来外口看学校，这会当找着嘛？我知影迄个什么人，迄科员伊家己的迄个。伊那亲像有搬厝哦。搬了啊，伊就是大概是中文系统迄种思考咧看台语啦，用迄种就是咧讨论什么字用什么字较适当，什么较适当安尼啦。不是讲伊的解剖真有道理啦，内容嘛，伊咧讲解的时阵，伊的台语真好，会当学习。过来就是遐什么，白话字文献馆有无？像即个时代遐李勤华用的搁有迄个资料库拢，即个花科湾台语文理想国即个，迄阵阮是甲科湾老师当做老师跟伊学的，阮咧学校的时阵。个即个嘛是肖老师的啦，即个做田人伫遮即个台语咸酸甜伊有第几册囥伫山顶。我手头有纸本的第2册、第4册啦，第3册拄好囥山顶。个即个幸我台湾鸟名，即个嘛是啦第2册安尼。家己可能会当开寡时间去看这啦，不是讲这用电脑做较利便啦，你若用手机就无利便，手机边绑较无利便，安尼。好，你接续落来，我另外问一个理发店的问题啊，有人咧问讲，咱到底是大趁钱还是趁大钱啊？拢会使啊，拢会使。这两种拢会使，但是发财敢若会当大发财，袂使发大财。敢袂使请教即个警察？恁知影大钱小钱的差别无？我知影大银小银啊，大钱甲小钱，我知啦。
大钱甲小钱的差别就是趁大钱甲大趁钱的差别啦。哦，大趁钱就是我无论大小我拢趁，啊，趁大钱就是我趁一栋大的啦。迄个发财的概念咧？发财就是发财所以发财伊本身是一个词，伊袂当发大财，伊财毋免大，伊无大小财啦。咱钱有迄个银角嘛，有大把的嘛，所以有大小钱嘛。但是财无迄个小财大财啊。财是爱算侪少嘛。所以咱无做迄个发大财即个事。安尼啦，我的理解是安尼。有安尼希望有回答到即个线顶朋友的问题。若无袂当解答会当佫互相回应。讨论。好，先生咧讨问题请大家若有兴趣会使，若有想要佫继续问，拢会使佫等出来我遮佫一个问题就是拄则有去讲到汉乐华的一寡汉乐南的一寡标准想要请教先生，针对即个李港桥迄叫因的迄个台湾通信网报，因有一套汉乐的标准，毋知你安怎看？因有标准，但是因无互我其实毋知影。伊放伫因的网站的首页，就是因为你应该嘛知影讲，透过去因文字通常拢会共改，就其实有侪人无啥欢喜。所摆伊伫咧2019年、2020年的阵，因有出一个声明就是有甲大家讲，因要求一个标准化。对，就是你即马看到即个伊有一套家己出的即个汉乐的标准，毋知想要请教先生你的看法安尼？伊甲我的想法无共无共我就袂欢喜我的想法就是安尼，因为伊的语词有真侪拢是用汉字嘛，像讲这甲即伊拢用做嘛，安尼我就袂当接受伊这甲真亲像有分诶，就是因有分一组有用汉字，一组无用汉字。老扣扣用字老扣扣用字对，我嘛是一直看老扣扣呢。这个嘛建议用字是因即马目前因家己内部的标准化伊遮会写。像这遮侪款其实我感觉无需要。像这这就毋免就直接用这个就好。若这个嘛是那就一定要建议这个，对吧？像这红棍用安尼红棍用这红棍拢好伊无爱用字嘛无爱用迄嘛。伊无即种伊无伊到底是建议用字是讲伊若伊认为会用遮对吧？对。就是像遮有安大望年目睭像我这你若要问我可能爱小可研究者，因为伊会得当个。像这个就用这个就好这个就直接这个嘛好就毋免去分讲这个也是这个月娘下，若是新的就是人较毋捌的就毋免用啦。像讲迄个喙配配我拄记迄个有喙配配啦，加纸的纸但是伊可能即摆拢用，因为讲啥物，
伊互我一个理由，讲是叫做啥物，后摆可能会选做教材啦，所以因拢会改做甲迄个教育部共字的啦。伊无啦，伊嘛无完你看上正边的，就是教育部是专汉字啦。啊，因个会想要放一寡落字，但是伊的比例甲，就是因为先生你有讲一个这边考的数字是20%，但是就是目前台湾通讯广播应该是无到迄个无啊无啊，啊，所摆就拄好你有提出这点，我就想讲，嘛，甲你请教看卖咧。对啊，无啊。所以你看伊开要用这个嘛，啊开要用这个嘛，是，啊直接写就好啊，毋免写这个开啊，是这个开啊。我是安尼想啦，空，那两个空。好，其实最主要，提出这一点，其实咱时间嘛差不多啊。啊，要提出这一点，我想应该线顶一朋友，大家咧书写的阵嘛，拢会拄着汉字、落字会选择的一寡问题。当然，咱理想着来讲，重要的字就是全白话字是上贵气的，嘿啊。毋过，若是有真侪人还搁伫遐咧思考到底要安怎书写，像阿凯先生讲的，先写落就对啊。咱写落拄着啥物问题，啊，大家有志再搁做伙讨论，安尼。对。像这徛我嘛袂写这个徛，我直接写这个啊。迄个徛变体几啊改？因为徛甲活足活的嘛，伊若讲写汉字两个足活的。目睭无。囡仔会变近视，就是安尼来啊。是。是，目睭无。你个近视拢安尼来嘛，减一点加一点嘛。对啊，啊，这个刻因咧，好，安尼听起来有真侪需要苛刻的部分，安尼迄个参考就好啦吼。就是安尼嘿，咱若家己写，咱会当家己渐渐趋向一个比例啦。比如讲30%、20%，还是偌济啦。初开始，你若讲你介意汉字啊，你罗马字上无占10%嘛。安尼你后摆读着迄个有罗马字，才袂读唔着去啦。像这有人讲记忆，有人讲记忆，对吧？就照伊写就好啊。伊若写这，一定爱念作记忆嘛。有咸菜写安尼吼，惊吓，这个有读做红的啊，这嘛读做金啊，有读做金的啊，就是汉字，其实因为伊历史的关系，伊承担伤侪语音嘛，汉字啊，伊有历史的迄个所有的音拢集伫咱即马啊，所以每一字拢有真侪音啊，像西瓜的西哇，你写做别种诗，大家读无嘛？但是你写做西瓜的西，迄个汉字的西，啊西佫读做西甲西嘛。安尼，所以后摆伊即个诗就加做加三，变做3个音嘛。迄就是历史的累积啊。教育部伊即摆硬要用汉字，就是甲所有历史的累积拢下伫咱即摆负担嘛。安尼。好，这真有道理。啊，今仔日其实真多谢阿凯先生甲咱做遮尔精彩的分享。啊，希望在座。毋是在座，各位空中线顶的好朋友，大家若是有无共款的想法，嘛希望每一个朋友拢会使透过创作去找出家己一寡理路，欢迎大家做伙继续来交流，为台语文来拍拼。嘛会使写批来问我啦。阿凯先生讲安尼敢会使甲先生讨一下你的即个电子批，AI 啊，好啦，安尼咱事后再个放送互大家人，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公开的管道总是阿凯先生有讲会使，请大家尽量写批去甲接做。等我有时间，我才有法度回啊。好，所以你写批伊无一定会甲你回，毋过欢迎你写批。
好，咱今仔日活动差不多就到这啊，再一次多谢大家啊，做伙来参与，咱继续期待2024年的台语文学系的讲座啊，阿凯先生敢要去甲大家做一下结尾，咱就会使继续。就是甲迄个蔡培讲的共款啦，水啦，咱台湾有迄个啦。水啊，好赞啊！咱台语啦写的就是水啦，赞啦。吼，啊，鼓励大家做伙来写。吼，大家所看拢一定无共款啦，吼，拢有家己看到的价值。啊，以上。好，多谢阿凯先生，水也好啊，咱台湾水啦，赞啦，咱台湾好。安尼好，多谢阿凯先生，啊，咱今日活动就正式到这啊，多谢大家。有缘再相会，无问题。好，努力。再会。再会。